多谢丞相大力提携，吾提没齿难忘。哎呀，殿下言重，干！我其实是一心为公，多伦最近的表现让人实在不放心。而吾提殿下，你才是柔然的未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要是没有丞相，就没有我吾提的今天。你讲错了，应该是明天。明天可汗会当着文武百官，正式将大将军印交付于你。爹，外面是谁的马呀？好神气啊！贺红，你回来了。那是你的马。借我骑2天吧，正好我打猎需要一匹好马。贺红，这是吾提殿下成人那天，大汗特赐的宝马，怎么能给你骑呢？我又没说要，骑一下都不行啊？哎，行，你现在就要骑吗？我去帮你。我还不愿意了呢。你这个孩子就是任性。来人，拿酒来。贺红，快吃点东西。好啊，正好我没吃东西呢。哎，爹，今天有什么喜事啊？这么多菜。殿下来了就是喜事。哎，贺红啊，快点儿，给殿下敬酒。我为什么要给他敬酒啊？哎，他明天就要出征了，你不应该预祝殿下旗开得胜，凯旋归来吗？你要去哪儿？傅寒已经正式任命我为大将军，征讨魏国。又要打仗了？贺红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那多伦呢？哎，多伦怎么能跟吾提殿下比呢？慢慢吃，别噎着。吾提走了。你这样对人家能不走吗？走了才好呢。你真不懂事。我就不喜欢他嘛，一副色眯眯、黏糊糊的样子，看见他就讨厌。丞相，什么事？吾提殿下送来一匹马。好漂亮啊！这是吾提殿下送给小姐的马。好，你回去就跟吾提殿下说，贺红非常喜欢他送的礼物，非常感谢他。是。吾提这个人还挺大方的。不，他一点都不大方。这还不大方？这可是匹难得的好马。是，可是他送你这匹马，是因为他喜欢你，而不是因为他大方。哦，那我岂不是要还给他呀？女儿，爹从来没跟你说过我是怎么到柔然来的吧？对啊，但是我知道奶奶是4吕林部族的人。是，没错，你奶奶是4吕林部族的人，可是你爷爷却是中原人。中原人？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呀。你奶奶在生我的时候去世了，你爷爷就把我带回了中原。但是我年轻的时候，在中原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我没办法待下去，所以就来到柔然的4吕林部族。但是部族的长老怕我与他们争抢地盘，就说我不是柔然人，把我赶了出来。后来我流落到了可汗王庭，当时我身无分文，饿极了，偷了人家的东西吃，结果被人家抓住，挨了一顿打。爹，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苦。我记得那天，当时下着大雪，这是我人生最可悲的一天。我发誓，我会用尽一切手段往上爬，我所有吃过的苦都会变成债，让所有欺凌过我的人都会加倍的偿还给我。一定的。那后来呢，爹？当时柔然王族想要学习中原文化，而我从小就生长在中原，对那里十分熟悉。有人推荐我去了王庭，专门教导王子们，于是我认识了现在的可汗。在得到了可汗的信任之后，
我才一步一步如履薄冰、战战兢兢地走到了今天。爹，我好佩服你。何红，你爹能有今天的位置，是用大半辈子的血汗换来的。但是就算我已经贵为丞相，我们整个家族在柔然依然没有根基，在王庭之内，对我虎视眈眈的也大有人在，所以我们的处境其实非常危险。爹，你不要吓唬我呀！何红，只有你嫁给吴提，嫁给柔然的王子贵为王妃，我们家族的地位才算稳固。所以你要跟吴提多多交往。不，我要嫁就嫁给多伦，他也是王子，一样的。爹，以多伦的性格与才具，如果他当了可汗，他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丞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眼里没我，心里没你，他一心要娶的就是魏国的妖女。妖女？什么妖女啊？你听我说，吴提才是你最理想的夫婿。那妖女是谁呀？不要再琢磨多伦的事儿了，多想想吴提吧。你干嘛叫我出来啊？这几天我想了又想，你还是挺铁匠的，赶快逃回家去吧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你没听人家说吗？玉石床以铁血铸成，杀敌最多，立功最多，牺牲也最多。将来你上了战场是九死一生啊！即使胜利了，你那女儿身份被发现，那也是死罪。那我也不当逃兵。你留下来只能是死路一条。可我是顶替我爹的名字来的，我不能给花狐这个名字蒙上污点。再说了，反正都是死，上战场死总比当逃兵死好吧？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？花狐，你真是油盐不进呢！啊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怎么出来了？还不是因为他。那天军规一宣布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今天都没睡好。刚才看你们俩溜出了帐篷，赶紧跟出来了。铁匠，柱子，我知道你们俩为我好，但我已经想好了，我绝不当逃兵。你要留下来，那是你想找死，跟我没关系，好吗？但是你不能连累我和柱子啊！你没听到军规吗？知情不报也是死罪。哎呀，你赶紧给我滚吧你！我会跟你们划清界限的，我不会连累你们的。没用的，我们都是从五凤谷出来的，一查我跟柱子我们俩都得咔咔咔被砍头。你赶快走吧！我已经想好了，不会连累你们的。我告诉你，华虎，如果你现在不走，我马上去告发你。你告发我，我也不当逃兵。怎么？你以为我不敢？你干嘛去？柱子，你跟我一块去，咱们得先救自己。如果你告发了木兰，将来回到五凤谷，你怎么面对花野？怎么面对五凤谷的父老乡亲？哎呀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只管现在。你要敢去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你杀了我，我也要去告他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住手！离我远点吧。如果你真的决定不走，那就让我来照顾你，保护你。五凤谷的男人保护五凤谷的绣娘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这柔然人就在附近呢，这是他们的狼头琴。听老兵们说，
如果听到这琴声，就意味着死神离自己不远了。我琴声里的草原还有河流，你感受得到吗？我好像看到了草原上的小花，还有河面上的阳光。叫！殿下，殿下，你可回来了！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可担心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待会儿再说吧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！多伦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可急死我了！我爹说你被一个魏国妖女给迷住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很累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哎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。到底什么事啊？吴提要当大将军了。什么？我不知道我爹跟可汗说了什么，反正可汗决定把大将军收给吴提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现在正在宣布。大汗，吉时已到，可以开始了。多伦呢？还没回来。哎，我想啊，再等等多伦呢。大汗，出征要紧，多伦不在，还有吴提。大汗，我柔然呐，自建立基业以来，威震戈壁，横扫大漠南北。今日，柔然大军将讨伐魏国，为了柔然的尊严而战，为柔然的未来而战。吴提，儿臣在。我今天任命你为大将军，希望你不负众望，荡平中原。儿臣一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吧，那我就把他交给你。父汗，多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多伦，你可回来了！我答应过你出任大将军，你放心，我会履行承诺的。大汗，交接仪式已经完成了。不，我改变主意了，大将军由多伦担当。谢父汗。恭祝多伦殿下出师大捷！恭祝多伦殿下出师大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吴提，打仗非常危险，危险的事还是交给我吧。父汗的天伦之乐就拜托你了。好啊，这次我们就看看这位多伦王子打仗到底有多厉害。皇上，迄今为止，魏国还没有将军与多伦交过手，唯有我与他在五凤谷曾有一面之缘，对他的为人行事有点滴之详。如果我与他对阵，应该比其他将军更有胜算，请皇上下旨。皇上，咱们讨伐柔然，南方的刘宋不得不防。臣以为，谢将军之前征讨刘宋，战功累累，尤其对镇守南方的刘宋守军更具威慑。这样吧，魏远将军谢启臣镇守豫州沿线，太尉长孙松在卫尉楼福连镇守京都平城，球队在盛乐附近设置防线。司徒长孙翰亲自领兵，由西道向大阿山镇亲自领兵，由东道向西山合击柔然。诸位爱卿，朕的这个安排很妥当吧？大敌当前，皇上身先士卒，三军将士闻之一定备受鼓舞。不过，皇上今日的身份不同往日，臣以为无需御驾亲征。皇上，
臣以为，咱们可以效仿当日围困柔然的法子，先和刘宋融洽修好，然后腾出手来再对付柔然。你的意思？东路大军应让西金大将统领。西金虽说才气不及多伦，但在黑山利用地理之便，抵挡个10天半个月的，我看不成问题。这段时间，谢将军可先往南方与刘宋会晤，待将刘宋安顿妥当，谢将军再前往黑山领兵。此计甚好。刘宋的慕容超、卢循都是谢继臣的手下败将，只要谢将军亲自出马，他们先就怯了几分，然后我们再施以怀柔之计，令他们不敢不从。臣定不负皇上厚望。多伦啊，你将的花木兰带回来了吗？没有。怎么了？她失踪了，怎么也找不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多伦，那再好不过了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多伦啊，我听说那女子并非善类，对你施以了许多负面影响，她就此消失，正合我意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傅寒，还真有件事恳请傅寒开恩。哦，你说。那西海公主到柔然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她本是来和亲的，但现在看来，和亲已经毫无意义。傅寒，不如将这女子送回魏国，双方交战，我们就别难为她了吧。多伦，那西海公主不是为你而来的吗？傅寒，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，我不会娶她的。既然多伦王子也不喜欢这个魏国女人，干脆一刀杀了，为多伦王子明日出征祭旗。千万不可！傅寒，两方交战不斩来使，更何况她只是一名弱女子，杀了她正好向魏国表明我们开战的决心，只怕会激怒魏国，带来更大的反抗。好了，都别争了。这西海公主来了这么久，我都还没有见过。要不见见再说。来人啊，有请西海公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多伦殿下，预祝你旗开得胜。丞相，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，想向你请教。好，请教不敢当，有什么请问。在五凤谷被我杀死的刺客是从哪儿来的？多伦殿下，你在说什么？还有，伏击西海公主的刺客，雇佣他们，应该花不少的银两吧？多伦殿下，你说的我越来越糊涂了。但你心里明白，我心里也很明白。多伦殿下，大战当前，应当心无旁骛啊。是，柔然为重，有很多细节，我现在还来不及追究。但是事情永远都在那儿搁着，你说是不是？也许吧。多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西海公主驾到！西海公主拜见大汗可汗。你起来吧。谢大汗。你今年多大了？18。才18岁，就是天下第一秀女。天外有天，谁也不敢说自己是天下第一。那你到底绣花绣得好不好啊？略懂而已。什么？略懂而已？那拓跋焘又糊弄了本汗。傅寒，这位西海公主，我在五凤谷早已经认识。她说出通，其实是谦虚。傅寒，请你看看她的手。让我来看看你的手。
以微臣昔年在中原闯荡时的经验，一个绣娘绣艺的高低，从这双手上就能看出来。是吗？那丞相，你看看西海公主的这双手。大汗，昔年我也见过不少双绣娘的手，西海公主的这双手，虽然称不上是天下第一，但是在魏国也一定位列前3名。丞相果然是见识过人呐。傅寒，看来拓跋焘并没有糊弄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拓跋焘把你送到柔然来，真是送了一份大礼呀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傅寒，要不我们派人将西海公主护送回去？不，这么漂亮能干的女子，怎么能还给魏国呢？我来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茯苓。茯苓。你既然是和亲的公主，那就让我来成全你。从今日以后，你就是我的王妃。丞相，你以为如何啊？大汗，自从尔绵氏王妃病故之后，后帐一直空虚。大汗也的确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王妃坐镇后帐，照顾大汗的日常起居。臣以为，西海公主虽然年轻，但是气度不凡，而且又兼和亲一责，所以公主再合适不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茯苓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王妃，我对你没什么要求，你就把你那一身织布绣花的本事传到柔然的每个角落。慕云。慕云在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负责照顾王妃。她新来乍到，许多事都不知道。是，大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啊，送西海公主回行辕。明天备下隆重大礼，我要亲自前往迎娶西海公主进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恭喜大汗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丞相，吴提殿下正在书房等你。吴提殿下。丞相，你回来了。我刚才听他们说，傅寒给他举行了一个送行宴。弄得还挺隆重，这么几个时辰的功夫，他们就把我给忘了。他们忘了还有一个王子叫吴提。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。是我没用，哪怕是已经到手的机会，都给丢了。我只是没有。你还是有机会的。他想压制我，他就是想压制我。多伦，从今天起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茯苓，多伦，你怎么来了？茯苓，我帮你准备了一匹快马，天亮之前，你就可以到达魏国边境。你让我逃跑？是。可汗是我的父亲，我没办法改变他的想法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快走吧，侍卫交给我来对付。快走啊！你在想什么？茯
福临，我不能走。福临，明日一早，傅寒就要引你进帐了。这不就是我来的目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现在不仅仅是福临，我还是魏国的公主。我来是为了和亲。我还记得临行前，皇上叮嘱我，一定要与未来的夫婿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，要为魏国与柔然的百姓造福。而现在，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怎么可以就这样离开呢？但马上就要开战了，你一个魏国公主留在柔然，地位势必十分尴尬。一个和亲失败的公主，还有什么脸面再回到魏国？更何况，我现在回去，也已经无家可归了。福临，对不起，如果不是当初我建议傅寒，让天下第一秀女来和亲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不怨你，要怪就怪我自己。我明知道你心里有木兰，我明知道木兰才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秀女，我却接受这些身份前来和亲。也许这就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吧。福临，我明白你的心意。如果你决定留下，其实也并非坏事。我看得出来，傅寒对你十分倾心。如果你当了柔然王妃，也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。而且时间久了，你就会慢慢知道，我傅寒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我就像一片落叶，飘到哪儿就算哪儿吧。傅临，明日一早，我也要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马上就要开战了。我是柔然将军。你不是说过？我真的要走了。你多保重。末将。
牛酸王、何沙石、张大柱、李天祥、李锦旗、花狐。花狐，你叫花狐？是。你从哪儿来？镇江。幸好你是来自镇江，而不是五凤谷。我从军15载，戎马半生，与我一起浴血奋战的兄弟当中，只有2个人活了下来，其中一个就叫花狐。之所以他活下来，是因为他胆小懦弱，是个懦夫。另外一个叫石头，他勇猛善战，不畏强敌。但就在不久前，他死在了柔然人的手上。在我看到他尸体的时候，他的手里还紧紧握着这。选出佼佼者，补充进铁血队。庄主，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铁血队？勇敢、忠义，当然还要有打仗时用的一技之长。为蛮力也。哎，市井私斗，力大者胜，而两国交战，上兵伐谋。哎，行了，你这个穷酸，别唧唧歪歪的了。有本事，你过去把那大力王打倒。牧野之战，周武王以4万兵马击毙商军18万；巨鹿之战，项羽以2万兵马大胜秦军40万。这以少胜多之战，没有一次是靠蛮力取胜的。哼，你读过兵书？哼，惭愧。从西周的军制军政，到春秋的孙子兵法、孙膑兵法、吴起兵法，还有司马穰苴兵法、太公阴谋、魏辽子、六韬，无一不读，无一不精呢。好，我们尉迟闯一向都是以少胜多，你入选了。多谢闯主。大将军到！大将军到！大将军到！柔然全军将士，拜见大将军！拜见大将军！柔然的将士们，我们背井离乡，风餐露宿，来到这里打仗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打仗才有钱花，打仗有饭吃。对，就在对面的魏国，有的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穿不尽的丝绸，吃不完的粮食，还有无数的金银，这一切都是你们的，只要你们杀过去，都是你们的，杀！多苏风拜见殿下。多苏风，你快起来！你要记住，你我之间亲如手足，不必如此多礼。殿下，可算把你给盼来了。你来多久了？到了7、8天了。和魏国人只有几次小的拼杀，哎呀，真是不太过瘾呐。
我天天去找君主问，什么时候打过去啊？可他却说，得等将军到了再做决策。可谁来做我们的将军呢？他们一会儿说是吴提，一会儿又说是你。哎呀，我这心里啊，也就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。殿下，你不知道我今天看你出现，我这心里有多激动啊！我日思夜想的就是能再跟着你马踏中原，扫平魏国。罗素峰，你就喜欢打仗。哎，对了，殿下，对岸的魏国军队正在集结，我们要不要趁他们立足未稳，立刻出击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呀？哎，我们先看看吧。今天是尉迟闯新兵选拔，配重训练合格者进入尉迟闯。你们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出发！黄黄，快起来！快呀！黄国，你别硬撑了，赶紧回五凤谷去吧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看看你现在这样，你即便是上了战场，也会连累我和大家的。哎，黄国，哎，你怎么就不听我劝呢你？庄主，对不起，我的速度太慢了。像你这样，如果留在我们尉迟闯，那是尉迟闯的耻辱。庄主，我知道我现在差得很远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明天的我一定比今天强。你还是去伙房吧，哪里比较适合你？不，我不去。你只配去那儿。不，我要留在尉迟闯。我不仅要留在尉迟闯，我还想加入铁血队。铁血队是精锐中的精锐，你连尉迟闯都进不了，还能进铁血队？庄主，我知道现在的我还不够格，但我可以练，我不怕吃苦。请你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可以给你时间苦练，但柔然人不会。殿下，以何为戒？
河对岸就是魏国。看来这条河是魏国的天然屏障。探马来报，对岸魏军的主帅叫西金。这个人我知道，他打仗非常保守，甚至可以说是胆小。殿下，你看人看得真准。方圆100里，只有唯一的一座桥，可这西金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桥拆了。他以为一条河就可以阻挡我们柔然的铁蹄。没错，殿下，你看，涉水过河并非难事。这条河有多少像这样的浅滩？啊，有几个，不过最宽阔、最平坦的只有这一处。大军从这里过河，简直如履平地一般。那西金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过了河以后，往西30里，便是魏军大营。殿下，我军现在发起进攻，时机正好啊！不，现在不要有任何行动。哎，殿下，如果西金也发现了这个浅滩，在河对岸设重兵防守，到时候咱们要想是偷袭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更何况，就算咱们不进攻，魏军一旦从这里上岸来攻击我们，那也是相当危险的呀。传我的将令，沿河岸筑下防线，严防魏军上岸偷袭。没我的将令，绝对不可贸然进攻。什么？不进攻？我从前也跟你一样，一听说要打仗，就全身热血沸腾，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但我现在觉得，我们真的能征服他们吗？殿下，你变了。是啊，我是变了。以前我总觉得要用武力去征服敌人，但现在我觉得，唯有真正的和平才是长久之计。殿下，你究竟怎么了？杜苏峰，你有过失去一样东西，却不知道去哪里寻找，内心惶恐不安吗？殿下，你到底丢了什么东西？我去帮你把它找回来。大概1年以前，我在五凤谷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位中原女子。我与她分别的时候，我向她发誓，我会尽快回到她身边。但没想到，柔然与魏国开战了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。这好办，她在五凤谷是吧？殿下，我帮你把她找来。我去过了，但她已经离开了五凤谷。她去哪儿了？没人知道。也许他来边境找过我，但草原茫茫的，你说我该上哪儿去找他呢？罗素峰，你要去哪里？殿下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这。罗素峰，大家注意了，被我点到名的士兵，选入铁血队，出列。张大柱，到。牛三娃，到。王英杰，到。刘海波，到。关鹏，到。李景琦，到。花虎，我刚
刚才让你吃完饭到伙房报道，你听见没有？请床主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连剑都握不住，我给你什么机会？床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柱子到。你能打赢他，我就留你在尉迟床。大家散开。主子，把他撵走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我们这是为他好，明白吗？你们俩准备好了吗？城主，这次是花狐赢了。在战场上，你早就死了。尉迟床主，花狐求见。床主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不是已经答应你留在尉迟床了吗？你还要怎么样？我想进铁血队。这不可能。床主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只要有打仗用得着的一技之长，就能进铁血队。依靠使诈赢了柱子，说在战场上是用不到的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可我有其他长处。不过是些偷机取巧的把戏罢了。床主，能不能耽误你一小会儿？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帮我看一看吧。出去。床主，如果你认为我的一技之长在战场上用不着，那我自动退出尉迟床。好。谢谢床主。你不用谢我，我不过想找个机会把你撵到伙房去当个伙夫。我明白。准头还不错，但力量不足，射不了几箭就没力气了。打起仗来有什么用？床主，请你给我10天去锻炼，10天以后，我的力气会大有长进。是啊，床主，力量可以练，
但是这准头那是天赋异禀。准他加入铁血队。我加入铁血队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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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狐，你可真厉害！你现在是铁血队的一员了。是啊，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你也行的。我哪行啊？听说要进玉池床的铁血队，得是铁打的身板。谁说的？只要有打仗能用得着的一技之长，只要忠诚勇敢，就能进铁血队。可我什么长处都没有。小捕头，每个人都有长处，你也有的，只是还没发现而已。真的？你看我就是一个，我力气小，功夫浅，耐力也不够，但是我射箭特别准，我就是凭这点进的铁血队。我射箭也不行啊。总有一样强的，千万别小看自己。小捕头，来，再多给我几个。再多了你就拿不了了。我的缺点就是力气小，从现在起，我随时随地需要练的就是力气。拿好。来，吃饭了啊！一人2个，都排队。给你。都别急啊，来饭了，快点，都有的。这做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还我馒头！这是我的馒头。你欠我的。哼，这位兄台，我什么时候欠你馒头了？输。哦，原来是那天的事啊。但是我同意了吗？你这无凭无据的，怎么能取信于人呢？你们大家说说，是不是？我哪欠的馒头？哪有这大事情？对不对？你们说是不是？不是这样说，我力气大，我说了算。大力王，我可告诉你，君子动口，我不动手啊！我打的就是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给你，我这儿有馒头。你欠我的，我不欠你的。我欠你的。你不欠我的，只是一个馒头而已，别放在心上。再说了，咱们都是铁血队的，就应该互相支援。没事了，走吧。来，继续发馒头啊！殿下，快走！你看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！边境上的一个魏国村庄被我扫荡了一圈，凡是18岁左右的年轻女子都被我带回来了。殿下，你赶紧看看，里面可有你想要的人？你走了这么久，就干这个去了？是啊。如果这里没有你要的人，明天我再跑远些，一定帮你把那女子带回来。把他们送回去，切记，千万别伤害他们。这是命令。殿下，你不要回街，大不了我明天再多跑几个村庄。窦素凤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殿下，过去的多伦是下山的猛虎，
而现在却是折翼的雄鹰。我实在不忍心看你这个样子。我以为只要替你找到那个女子，你就能重新振作起来，也可以了无牵挂的打仗了。但你这么做只会徒劳无功，而且魏国军队正在集结，你这样出去实在太危险了。唉，殿下，你还有所不知啊！遇上我，他们危险才对。哼，就连魏国最有名的尉迟闯，前不久也让我率兵偷袭了，杀伤他们无数兵马，我们还全身而退了。哦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啊，那时候你还没来。当时探马禀报了尉迟闯的所在，我就立即带领我的狼营，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据我所知，尉迟恭是个有仇必报的人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殿下，你尽管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他们有机会上岸的。不，如果他来了，你应该让他上岸。郡主，柔然军队在对岸已经摆出了阵势。前2天，我派几个斥候出去，基本摸清了情况。他朵苏峰的大营就安扎在这儿。尉迟恭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报仇啊！副将袭击说了，柔然那边新来了一个将军，叫多伦，他是柔然的王子，这个人打仗非常厉害。如果我们贸然出兵，万一中了多伦的圈套，哼，就连我们现在的地盘都有可能丢失啊！我看这个西晋就不咋地。住嘴！本来就是嘛，怕这怕那，还当什么将军？打什么仗？带什么兵？朝廷现在已经派来威远将军谢启臣前来领军，在谢将军到来之前，你最好给我老实待着。我待不住，待不住也得待。花虎，花虎啊！我们马上打大仗了。真的？对面柔然来了个将军，叫多伦。你怎么了？不可能！我在饭堂听几个老兵说的。多伦是柔然的将军，就在河对面。那是他在指挥打仗。将军肯定是指挥官啊。花虎，你认识多伦啊？你怎么可能会认识一个柔然人呢？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铁血队紧急集合，赶紧走！走。启禀城主，铁血队集合完毕。兄弟们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出发，去为前些日子牺牲的石头和20多个弟兄报仇。我们准备去袭击有着狼营之称的朵苏峰。这个朵苏峰，就是他夺走了我们兄弟的生命。我们要以血还血，跟他交手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活着回来。不过生还是死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生，要胜；死，更要死得堂堂正正。还是那句话，面对敌人的刀剑，永远是我们的胸膛。奋勇杀敌，勇往直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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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！前面就是朵苏峰的大营，大家下马。
劲儿啊！什么不对？前面好像有埋伏。有埋伏？在哪儿？大营前至少有50人，大营后面应该也有人，两营也埋伏了人手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见的。你看见的？嗯。前面黑漆漆的一片，你怎么能看得见？我真的看见了，我晚上也能看得特别清楚。哼，胡说八道！我前2天派了2批斥候在这里埋伏了3天3夜，基本上是查清了。他夺素峰大营只有50人驻守，其中8名是哨兵，其余42名。这个时候早就在睡觉。他夺素峰在靠右边的第2个帐篷，你还敢骗我？庄主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夺素峰大营至少埋伏了上百人，我们千万不可以贸然出击。闭嘴！庄主，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华狐的意见吧。是啊。怎么，你也害怕了？我真后悔让你也加入铁血队。庄主，我不是害怕。你刚才的言行，就再次证明了叫华狐的都是胆小鬼。可是你这样会……你再敢动摇军心，我先杀了你！尉迟床没有你这号人。你给我滚，滚得远远的！弟兄们，跟我走。走啊！柱子！哎呀！哎呀！跟我走！这儿。床主，里面没人。床主，这好像不对劲啊！兔崽子，我们中计了，这是陷阱！弟兄们，给我撤！撤！杀！魏军也偷袭了。我知道，是狼营那边吧？不是，他们是来抢粮草的。什么？魏军怎么集结这么快？务必守住粮草。是。弟兄们，跟我冲！哈哈，我们的大军来了，兄弟们，跟着我拼了，与大军会合！魏军主力
们从这边撤退。大军在那边，我们得去会合。哪有什么大军？他们是我放的。啊！哎呀，别想了，弟兄们，快撤！跟我来。撤，走。怎么了？前面有许多柔然人，大家小心点，跟我从这边走。城主，怎么办？走啊，走！哎，老吴，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。那边有柔然人的大军，他们从这边走，过了那个山坡，然后再绕回来。走，大家跟我走。一队柔然士兵，怎么办？他们有多少人？比我们多。杀过去，走！来，抢！杀了他！多谢救命师，没事，我只是个门脸而已。撤，走。你走。快过河！赶快送去医官那里。是。医官，医官！我来背。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哎呀，水，给我水。哦。药箱，把药箱给我。哎呀，放地上。哦。把棕色的药瓶给我。是这个吗？啊。好，这儿没你事儿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是，你可以走了。那他伤得怎么样？没有刺中要害，应该没事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出去啊！李天祥在，何沙池在，牛三娃在，蒋英杰在，关鹏在。书生呢？怎么样？医官说他没大碍。哦。柱子呢？冲进去的时候，他还在我旁边；出来的时候，
就没再看见他。柱子，你们谁？花虎，你干什么？花虎，你滚！你要是害怕，就滚回伙房去。你最好马上滚出禁狱去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胆小鬼。秦教，你干什么呀？花虎救了我们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懂个屁呀！可我不要做个莽夫。你说我是莽夫？你个莽夫，就算是赢得胜利，但那都是用士兵的鲜血和白骨换来的。来人！